第5章，耶稣看见遮尼多的人，就上山。既然已经坐落，学生到伊面前来，伊就开嘴教示因讲：负心的人有福气啦，因为天国是因的；哀痛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的确得到安慰；温柔的人有福气啦，因为因的确承受土地；要行无义的人有福气啦，因为因的确得到帮助；怜悯人的人有福气啦，因为因的确得到怜悯；清心的人有福气啦，因为因的确得到看见上帝；互人好好的人有福气啦，因为因的确称作上帝的囝；为义受困迫的人有福气啊，因为天国是因的。人若因为我辱骂恁、困迫恁、捏造逐项的歹话诽谤恁，恁就有福气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恁伫天顶的赏赐是大的。伫恁以前的先知，人也是安尼困迫因。恁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落味，怎样会互伊搁咸呢？以后无路用，不过ฮ็伫外面，互人吞达。恁是世上的光，城造伫山顶，是袂会稳囥的。人点灯，无下伫斗底下，是下伫灯台顶，就照光一家的人。恁的光也着安尼照伫人的面前，互因看见恁的好行为，就将荣耀归互恁伫天顶的爸。毋通想我来要废去律法甲先知，我来毋是要废去，就是要成全。我实在甲恁讲，就是到天地拢废去，律法的一点一位也袂会废去，拢要成全。所以无论什么人废去这个诫命中第一岁的一条，搁教示人安尼做，伊伫天国内要称作第一岁。独无论什么人遵行这个诫命，搁教示人遵行，伊伫天国要称作大。我甲恁讲，恁的义若无赢过文士甲法利赛人的义，断断袂会入天国。恁听见有吩咐古早人的话讲，毋通杀人，搁讲凡若杀人的，难免受审判。只是我甲恁讲，凡若向兄弟受气的，难免受审判；凡若骂兄弟是孽家的，难免公会的审判；凡若骂兄弟是无理的，难免地狱的火。所以你伫祭坛顶献礼物的时阵，若想起兄弟向你怀怨，就将礼物留伫坛前，大声去甲兄弟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你甲故你的对头还伫路呢，就赶紧甲伊和好，惊了伊将你送互审判官，审判官交付衙役，你就落伫监内。我实在甲你讲，若有一分钱无有行清，你断袂会对遐出来。恁听见有话讲，
毋通奸淫。只是我甲恁讲，凡若看见妇女就动淫念诶，这个人心内已经甲伊犯奸淫。若是你的正目互你绊倒，就挖出来迄角，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，无互全身血伫地狱的内面。若是你的右手互你绊倒，就站落来迄角，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，无互全身落入地狱。搁有话讲，人若离妇人人，就着互伊离世。只是我甲恁讲，凡若离妇人人诶，若毋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是叫伊做淫妇。人若娶这个受离的妇人人，也是犯奸淫。恁搁听见有吩咐古早人的话讲，毋通背咒詛，所起的咒詛总着向主谨守。只是我甲恁讲，什么詛拢毋通起，毋通指着天起咒詛，因为天是上帝的座位；毋通指着地起咒詛，因为地是伊的脚踏；也毋通指着耶路撒冷起咒詛，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京城；搁毋通指着你的头起咒詛，因为你袂互一支头毛变黑变白。你的话是就讲是，毋是就讲毋是，若是假讲，就是出伫迄个恶者。恁听见有话讲，用目睭行目睭，用喙齿行喙齿。只是我甲恁讲，毋通甲歹人做对头。有人拍你的正边的面，连倒边的面也挖过来，出在伊拍。有人想要告你，要摕你的内衫，连外衫也出在伊摕去。有人强迫你行一里，你就甲伊行2里。有求你的就互伊，有向你借的毋通摕时。恁听见有话讲，着疼你的厝边，怨恨你的对敌。只是我甲你讲，着疼恁的对敌，为困逼恁的祈祷，安尼恁就通做恁天父的囝儿。因为伊互日头照好人，也照歹人，降雨互义人，也互不义的人。恁若单单疼迄个疼恁的人，有什么想事呢？就是说你也是安尼行吗？恁若单单请你的兄弟的平安，比人有什么重处呢？就是外邦人，无也是安尼行嘛。所以恁着完全亲像恁的天父完全一样。